观众朋友，大家早早，欢迎您收看9月23日早起新闻，我是麦尚莹。大火一直自工厂内面冲出来，屏东科技园区一间生产高尔夫球的工厂，昨暝暗5点多发生火警，消防接到报案，派人到现场拍火。伫其喷水的时阵，发生第一遍爆炸。工厂传出爆炸的声音，造成消防员甲员工掉伫咧内底。消防局派人去现场救，无想到发生第2遍爆炸。是火警先，后来我们就去外面。 疏散到外面，对，疏散到外面，然后就是整个就嘣一声，我们就全部就出去了。当时的震撼力，你可以形容一下？就类似像气爆吧。现场真侪民众受伤，肺裂流，医疗人员先伫咧现场抢救，争取救援的时间，结果送病院。发生爆炸的是明阳国际工厂，主要是大港生产高尔夫球。屏东县长周春美赶到现场，掌握上新的救援进度，也证实有消防员瞬间死亡。 我们县府已经也成立了灾害应变指挥中心，那也启动大量的伤患的后送，那现在也在全力的盘点我们的伤患的名单。 爆炸工厂附近的渐渐国小考虑到火灾造成空气污染加落尘，为了学生囡仔的安全，23停课1天。内政部长林佑昌透早饭店到现场时阵讲，伊会伫咧现场协助处理救灾。总统有指示卫福部处长王必成去高雄协助便衣调度。进去之后，大概15公尺左右的一个地方他们进入到这个火场的时候，然后发生这个爆炸的一个状况。目前了解是因为这个是制作高尔夫球，它有许多的一个易燃品所以在现场它有持续爆炸一个状况。林佑昌讲，消防员入去火场了后就发生爆炸，伫爆炸的时阵可能就被震飞，对殉职的消防员会用相关的标准将救护士。记者综合报道。 好，这场意外发生到今已经超过12点钟，咱即马就赶紧带观众朋友来看现场上新的画面。在这个画面当中，咱会当看到讲救援单位呢已经出动大型机具入去厂房来清理，希望讲会当赶紧找出这个失踪的人。这场意外发生到今已经超过12点钟，伫今仔日透早5点的时，现场犹阁是看到火光，也阁有乌烟。工厂内底这个温度是超过1000度，所以救灾人员刚才会当赶紧来喷水。 互伊会当赶紧来降温。伫咧头拄啊早起7点44分的时，已经有找到一个员工是乌卡的状态，也就是讲人已经无喘气啊。伫咧差不多8点半左右的时阵，又搁找到第2个员工。即马为大家来整理一下，这个事故呢到今已经造成4个人，这4个消防人员死亡，4个民众是到今犹搁找无人。也那第4名消防人员目前已经找到伊的这个部分的。 遗体，所以等待检察官来确认伊的身份。另外，今仔日还阁发生什么款的大代志？咱带大家来关心这个报纸的重点。自由时报台南市是本土天狗的疫情上严重的地区。疾管署伫9月18的时阵，伫当地成立天狗的前进应变工作队，由副署长罗一军来带头，伫遐要用1个月的时间来防疫。目前疫情已经有较落暖。伫9月17到21的这个确诊的人数有1261例，比顶礼拜的同期是减11%。希望讲伫10月中旬进前会当降到1000例以下。联合报伫每年这个健保的总价呢，这协商的结果已经出来啊。医疗人员之间是无共识的。付费的代表因的方案是8667亿，也那医界的代表因的方案是8753亿。即马会甲2个方案拢送去卫福部。今年政府的健保资金，无论是用倒一个方案，每年的健保费率拢是维持5.17%未调整。中国时报。苹果的新手机iPhone 15伫昨开始卖，你要甲远团合并的亚太电信，伊是最后一摆来卖了，所以伊有这个连续5档抢到亚太电信头享的这个卖奖，是对9月15开始就来排队，这摆又搁互伊抢到头享。
另外，咱要来关心的是进口卵的这个流向甲标示的争议。即马全台湾有5个地检署等咧调查，行政院长陈建仁去立法院做进口卵报告进前，有先甲社会大众来回释的。伫伊正式报告的时，咱国民党团也阁要求伊搁再一摆来回释的。另外，这个农业部是强调讲，进口卵呢是会继续来进行，逐个月会依次160万到180万粒。在正式对立法院报告专案进口鸡卵政策进前，行政院长陈建仁受访先对个人回释的。我愿意在这里向社会大众，还有所有的这一个人民表达我的歉意，政府一定会来改善。细选业者的后期标唔对，各户业者甲巴西卵标做是国产的，但院长承认讲这是政府第一摆大规模紧急对国外进口，过程中难免有疏失，但是嘛是一定要回释的。农业部搁一摆为着业者甲产地标唔对回释的，但李部长陈俊贵承认有疏忽，但是嘛讲入冬了后有可能搁受到禽流感的影响，专案进口卵会继续进行。我代表农业部也向所有的大众做致歉。以我们的专案进口的部分，大概每一个月大概是维持160到180万颗左右。那我们要维持这样的一个低水位的这些库存哦。伫陈院长正式报告进前，国民党立委是提各种标语，徛伫福建台的头前，坚持院长爱先回释的才会当报告。这时阵，位伫陈院长边仔的民进党立委嘛用口号呛登去。在执行的过程中有不尽完善之处，以及引起社会纷扰，我在这里也要向国人表示歉意。虽然强调进口的必要和政策有够目标，执政团队嘛是一直回释的。主要负责的特务司长周经纬嘛会防调职，总共2个人落台，1个人调职。时代力量的立委区显智形容这个代志是一死三命，但是南亚立委同款认定这摆政府是带头在做假的进口卵标示，佮大卖进口卵伫全台湾四假数，是男卵、歹卵和假卵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咧卖卵的这个勤益公司，伊也牵涉到即摆的风波。进前因是讲因兜的鸡卵全部拢是台湾国产的，毋过即摆因煞来反口径。业者是表示讲，因有买16000多箱的巴西卵，这其中有4000多箱拢是受到特产会的委托，要来加工做冷冻的卵汁。即摆其他的进口卵也会摕来做冷冻的卵汁，互内部来做试验。甲鸡卵分装好势，放伫冰箱。真出名的卵商去用卵品加入去进口卵的风波。有台北市民代发现讲，除了台农，勤益嘛买600万粒巴西卵，数量比台农搁较济。毋过勤益9月中才公告声明，讲因的卵全部拢是国产的，后面代质疑卵的用途。100%国产蛋的这个声明被下架了。我想一家负责任的厂商不是只是下架这个声明或是改声明，应该配合地方政府，把蛋的来源跟去向用途说清楚、讲明白。同意，我们会统一声明。实际去勤益桃园总公司，员工是无愿意提供啥。勤益22再去发公告，讲因买16685箱的巴西卵，有4680箱是受特产会委托，来讲制造做冷冻液体卵。其他的嘛是制造做冷冻液体卵的，是要做内部的测试。不过受委托代工的，毋那是勤益尔。使用巴西进口的壳蛋制成冷冻杀菌液蛋，并且依农业部提供的产地标示为台湾的样章，贴标后全数将冷冻杀菌液蛋缴回给中央畜产会。新北卫生局2日起早应城、吴记、甲圣上3间卵品业者，发现因6月份拢捌受到特产会委托代工。一直到7月底，农业部通知了后，生产的液体卵才该标示原底生产地。而李清业者敢是有写假的产地嫌疑，也若传统市场的反映讲，因的卵拢有产地来源，因卖巴西卵。去厂的名字，厂商他制造日期也还有保存期限中。进口卵的风波持续咧拖，互民众烦恼买到品质歹的卵。各县市卫生局嘛加强稽查，民代嘛呼吁相关进口的卵商甲政府。都要好好说明巴西卵的流向甲用途，互民众会当安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国际消息，咱要来关心的是，伫美国纽约有一间顾婴仔的中心，即马煞变做是毒
品的工厂，有一个12岁外的查甫婴仔是因为接触到毒品来死亡，另外现场嘛有3个囡仔是因为使到毒品，结果规个人是拢昏去。即马在幼儿园内底嘛已经超到毒品。即个警方是甲2个负责人拢押走，即个罪行上重，有可能得爱关规4人。36岁开托儿所的厝主曼德兹和41岁的厝卡布里托，互警方扣手铐，对厝内逮捕，因为因涉嫌互这间托儿所变作是毒品的分赃场。What do you want to say to the families? 伫美国时间15下晡2点，伫纽约布朗克斯的一间托儿所，有3个囡仔伫个中昼休困时间过了后，安怎叫拢叫袂起来，敢若是失去意识。所方是惊甲较紧，甲因送去病院急救。另外一个嘛是伫个同一间托儿所，互妈妈提早接走的1岁外的查甫红婴仔，技术吸到过量的芬坦尼死亡。Before emergency personnel arrived at the daycare, before they arrived, Mendez and a co-conspirator tried to cover up what happened. Seconds before Mendez called 911, she called a co-conspirator. Minutes later, a co-conspirator arrived at the daycare. Minutes later, he left the daycare and fled out the back alley, carrying 2 full shopping bags. And all of that happened while the children, the babies, were suffering from the effects of fentanyl poisoning and in desperate need of help. 这间托儿所伫19号警方搜查，就伫内面困中昼的所在，发现有重1公斤的毒品芬坦尼，含一台专门包毒品的机器。日伊搁一摆去敲揣，搁伫个囡仔佚佗这区附近的涂骹，发现一个暗门，内面同款是藏8公斤到10公斤的芬坦尼毒品。The defendants' alleged conduct that led to those poisonings is unconscionable. It's inexcusable. And it's the reason that they're now in federal custody, facing federal charges that carry a maximum sentence of life in prison and a minimum sentence of 20 years in prison. 托儿所的2个负责人曼德兹和布里托，互依照谋杀、过失杀人和攻击这罪名，互起诉而且收押。警方认为曼德兹因翁同款有重嫌，目前正在查伊的行踪。公司新闻新乐部的编译。再来看咱台北市大直的受灾户，即马市政府是答应现场的居民的安置的时间会延到9月25。不过，所有人开始来烦恼讲，这9月25开始就要来拆厝啊，所以咧，这当地的噪音甲风被沙会真严重。那准讲因搁搬转来住，对因来讲根本就是离厝的伤害。也那台北市长蒋万安伊是讲会要求基泰建设，甲这个影响降到上低。要现在让我们回去，25户又要拆，你们来住看看好不好？我们的心情你们不知道吗？不了解吗？住户大声控诉，讲出因的愤慨，大地人家厝落去，地厝附近的大楼嘛受到牵连，因厝内壁甲涂骹拢出现壁损，互人看了真惊吓。原地其他大地受灾户安置的期限到2日，不过居民烦恼等去厝里无安全，市府宣布延长到25。你们心态是什么？你们是不是认为新闻热度过了，没有人关心我们了，就把这件事情慢慢淡化了，不需要负任何责任了吗？蒋万安市长拍胸脯保证说，他在乎的是市民的眼泪。那我想问蒋万安市长，我们受灾户的眼泪你看到了吗？附近的住户真不满讲，住户若登去原地的所在大了后，发现需要修理的所在，要爱主动甲其他建设联络，即日市府会提责任。因若入去的大楼，伫听的期间产生真大的噪音，甲营业的干扰，对登去大的住户来讲，等于是受到第2届的伤害。进行拆除的时候，这些邻居们，我们的房屋真的可以承受这样子的各种震动、噪音，或是这样子的灰尘吗？要带安全帽睡觉吗？原本做到今天，我们会延长到25号，因为25号我们届时就会将目前这栋危险建物拆除。我们会要求基泰将在拆除的过程当中，对于周遭住户造成的影响降到最低。基泰施工的问题造成附近的大楼落去，廉政署2日头一届搜查基泰建设，而且以犯罪嫌疑人的身份，约谈基泰派去事件发生的工地、社区等2个工地现场负责人，还有几个证人。了后会以公共危险等罪移送台北地检署复讯。记者综合报道。
地方文化的消息，咱要来关心的是嘉义县朴子的创新团体，邀请到非洲来的交换学生，用因的音乐甲台湾民间的传统的八音来互相交流，演奏新明星的调。带队的老师是讲，会当接触到在地的生活，无论是对在地的时代，也是讲即个外国来的交换学生来讲，拢是真特别的体验。社区的时代演奏传统的乐曲，下骹来自非洲的交换学生，嘛对着音乐来震动身躯。这来自非洲的交换学生，22载时来到嘉义县朴子，甲在地的时代做伙用音乐来做国民外交。咱的八音就是古早台湾的本土文化，因这是未来青年咱青少年迎亲共融嘛。很开心，因为我们来这里跟阿妈爷爷一起有音乐比赛，然后有非洲鼓，所以他们很开心，我们也是很开心。除了音乐的交流，这些学生嘛替在地时代准备因非洲的料理。地方创新的团队讲，时代逐礼拜拢会来这聚会，透过这个机会，让时代会当有无共的体验。袂歹食呢？安怎讲有袂歹食？因为安尼甘Q Q 甘安尼，感觉袂歹。他们是交换生来台湾这边就读，那刚好我们本身有一个八音的文化。那透过这个机会，刚好可以跟非洲的音乐来做一个交流。真好的机会吼，会使跟咱台湾的朋友，跟咱台湾的时代吼，做伙交流，互因会使了解咱台湾的文化。带队的教授讲，这些学生嘛是来自农业的国家，进前有去一寡农村交流，头摆用音乐的方式来认识台湾的文化，对这些外国学生来讲，嘛是一个真特别的经验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2023年，台湾国际人权影展伫个昨开始咯。这开幕片是来描写乌克兰青年伫个战争当中追求梦想的记录。乌克兰的导演嘛有来到台湾参加影展，伊讲希望讲台湾人看到这支纪录片，会当有一寡启发。这阵就要成年的乌克兰青少年，就算家己的国家因为罗西亚世界拢战火，也是追求家己的梦想。这是2023台湾国际人权影展的开幕片《战火边缘的青春》。导演讲，台湾参乌克兰同款，长期受战争的威胁，望台湾人通对这支纪录片得到启发。Я хочу сказати, що насправді цей фільм він для мене про загальну боротьбу і всього світу. Про те, що ми можемо боротися проти диктатури тоталітарного режиму, і що ми можемо протистояти цьому. Якщо ми маємо в собі силу, світла, то ми можемо подолати будь-яку темряву. 文化部国家人权博物馆主办的2023台湾国际人权影展，9月2日正式起稿。今年的人权影展望用多元的作品，以各款角度带大家踮伫台湾看世界人权。所以，阮有这个卡通影片，魔法公主哈，足适合迄个学龄前的那个一年啊。你比如讲开幕片，伊根本就是从适合高中生甲少年人来看的。中国的全面监视这个片哈。足达着大家来了解吼，你唔知影中国的监视的方法啦。今年的人权影展计共有来自14个国家的20个作品要放映。除了这礼拜休假日伫咧台北举办，高雄也要伫后礼拜5起行。民众为10月初3开始，也通以线顶的方式参与影展，了解人权。记者郭兆随台北报道。今仔日是秋分，天气已经愈来愈潮湿了。即马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，正方面的基隆北海岸，也有大台北甲东部地区会小可落雨。也若桃园以南是侪云好天，各地上悬的温度是来到32到34度。也若北部地区，也有南部晚山区的所在，是有机会来到36度以上。过到了后，这中南部也有各地山区，嘛会落即个局部性的雷公雨。今仔日天气到底是如何？天气报你知，带大家做伙来了解。北部地区25到35度，中部地区25到34度。南部地区是25到34度，
东部地区是25到32度，也那外岛地区是26到33度，也有未来3天的气象。以上就是这则的台语新闻，感谢你的收看，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。